条草屯的碧峰社区，帮地方的时代安排课程、训练头壳，举办成果发表会，分享着阿公阿嬷学习的成果。 这老大人表演甲真认真，现场拢是破啊声，透过精彩表演、作品的展示、甲团康活动，阿公阿嬷分享伫草屯镇碧峰社区上课的成果。社区家己主办活动，希望就是互大家家属会当放心讲，虽然因去上班，但是因的时代伫遮拢互社区照顾得真好。 碧峰社区的时代举办这场成果展，结合朝阳科技大学师生入去社区，带着阿公阿嬷做伙耍，展现活力甲健康。在认知记忆方面，让他们能够活化起来；另外就是协调他们的肢体的协调性，让他们的大肌肉、小肌肉得到活动。 碧峰社区办这款的成果展，是希望讲会使促进老大人甲家属之间的交流，加强关怀老大人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